買餸方便，功夫簡單。今個冬至一齊做個小師傅啦！大家好，我係梁子玲。冬至大過年，想喺屋企做節食餐豐富啲，睇下零記私房菜嘅餐牌，可唔可以幫到手啦？打頭陣一滴油都唔使落嘅，簡易迷你東坡肉。真材實料，自己達都話咁易嘅手工煎蝦餅，氣派十足，蟹黃海鮮羹，仲有腰果炒豆角，野味夠鑊氣。買餸方便，功夫簡單。今個冬至一齊做個小師傅啦！2026年想 upgrade 網絡安全，用 AI 程式方便啲，不妨考慮下 Surfshark VPN。你身處嘅國家 block 咗好多 AI 應用程式，連接 Surfshark VPN， 將 IP 位置由國家 A 改去國家 B， 就可以解除封鎖。唔止 AI 應用程式，睇新聞、social media、煲劇娛樂都可以有多啲選擇。網絡騙案越嚟越多 ，Surfshark VPN 就好似一條私人隧道咁，令我哋喺網絡隱形，尤其喺 online shopping 嗰陣，避免成為黑客嘅攻擊對象，保護個人資料，亦保護我哋心愛嘅人。放假去旅行，用 Surfshark 可以解鎖唔同國家嘅旅行優惠 ，book 酒店、book tour、book 機票，慳多啲又可以去多個 trip。Surfshark 擁有4500個伺服器，遍佈140個地區，一個賬戶，全家人所有電腦電話無限 device 一齊用。而家去我嘅獨家連結 surfshark.com/bpcooking， 輸入埋我嘅獨家優惠字 bpcooking， 即可獲得額外4個月使用期限。2026年一齊 upgrade 啦！成日聽到冬至大過年，咩係冬至呢？一年有24個節氣，幫助古代嘅人辨別季節時令。如果立春排第一，大寒排第尾，冬至排第22。首先煮鴻運當頭，一滴油都唔使落嘅簡易迷你東坡肉。知道唔少觀眾朋友大時大節會幾家人一齊搞 potluck， 每人負責煮少少嘢食，帶去開 party， 分工合作。簡易迷你東坡肉係一個 potluck 嘅好選擇。首先買5花腩，喺超級市場會有 pork belly slices 或者係 pork belly joint 兩款。我會買 joint， 因為佢有豬皮，又可以自己切幾大幾細。joint 唔係指豬嘅關節，係指一大嚿嘅燒肉 ，a joint of pork 嘅意思。今次買呢款連皮 rind on， 呢一盒5磅24係英國嘅本地豬肉。拆開之後，用廚房紙印乾。未煮嘅豬皮好硬，唔容易切。反轉，由肉嘅一面落刀，容易切開好多。豬肉唔夠平嘅話 ，trim 一 trim， 平啲整齊啲。煮完之後 ，size 會收縮10% 左右。預埋呢條數，唔好切太細粒。切好之後唔使醃，直接開始煮。第一步煎，呢一步係香得嚟唔肥膩嘅關鍵。用一滴油都冇落嘅白鑊放5花腩入去，中火加熱，逼住腩本身嘅油出嚟，唔需要太大火，避免豬肉老咗。2分鐘之後，開始聽到吱吱喳喳嘅聲。間唔中反下，用豬腩本身嘅油煎香每一面。油出得七七八八，每面都金黃色，全部夾起，離開豬油。做完呢一步，成碟餸起碼少咗4大湯羹豬油。豬油攤凍之後會變成白色嘅固體，可以用嚟炒菜、撈飯、整月餅、老婆餅。唔要嘅話，凝固咗先處理都方便啲。最後一步 braise 紅燒，即係先煎後燜。準備八角、月桂葉、薑片、蔥段。同埋醬汁，蠔油2斤，生抽1斤，老抽2斤，黑糖多少少，冇黑糖嘅話，其他糖都 OK。紹興酒，攪勻晒。以上都係英國 supermarket 常見嘅調味料，集合甜味、鮮味、鹹味、酒香，同埋帶啲焦糖顏色。抹返乾淨煎出豬油隻鑊，
開中火，繼續唔落油，放薑片入去烘出香味。五花腩放返入去，用豬腩本身嘅油煎香薑片，聞到薑片同豬肉嘅香味之後，倒埋較好晒嘅醬汁，加1公升熱水，放埋蔥、八角、月桂葉，轉細火，由佢燜50分鐘。做節賣相想有氣勢啲，燜嗰陣同步撒啲西蘭花，圍住隻碟排靚靚，既有氣勢又食多啲菜，一舉兩得。燜咗50分鐘之後，五花腩震騰騰、軟腍腍，完成埋收汁，令顏色深啲就搞掂。夾返啲蔥、薑、八角、月桂葉出嚟，煲蓋唔使冚返埋，用中火有啲水分蒸發，醬汁越收越結，顏色越嚟越深。間中攪一攪，熱力分佈得平均啲。5至7分鐘，醬汁結咗好多，好有光澤，包住每一件五花腩，可以上碟啦。放晒喺西蘭花中間，執一執，豬皮向上，搭到一座山咁。冬至私房菜，先煎後燜嘅豬皮真騰騰，完全冇騷味。因為煎走咗好多豬油，所以食落去唔肥膩，仲淡淡膠質。紅燒汁甜甜地，味道好濃。唔使叫都自動自覺送多碗飯。材料成本唔使6磅，份量十足。帶去 potluck， 整好晒放入食物盒，整返熱就有得食。第二道菜，金銀滿屋嘅足料手工煎蝦餅。買2盒 Raw King Prawns 大蝦，唔使解凍，已經挑晒蝦腸，好方便。2磅95一盒，會員價，嚟自洪都拉斯。整蝦餅之前，先將蝦肉起膠，先固定好砧板。隻好似手指咁粗，好有彈性。蝦肉起膠嘅關鍵係夠乾身，用廚房紙吸乾水分，呢一步相當重要。吸乾之後，未拍未撻，已經 feel 到黏黏地。用把刀鋸平嗰面，將隻蝦拍扁，拍完放埋一邊。想拍得容易啲，留意刀柄嘅位置，務求令刀身可以凹陷咁拍落砧板，唔會俾刀柄棘住。唔使5分鐘，2盒蝦就拍扁晒，同把刀變得如膠似漆。唔使拍得太扁，更加唔使剁碎，保留少少蝦肉嘅口感。跟住調味。落半茶匙鹽，鹽唔單止令蝦餅食落好味啲，仲會幫助蝦嘅蛋白變得更彈更黏。少少胡椒粉，錯勻晒之後，再落1茶羹生粉。生粉係 potato starch 薯仔嘅澱粉，喺英國超級市場唔容易揾到生粉，我會用 arrowroot 葛粉代替。同生粉一樣，可以令蝦餅彈牙啲。平時我都會用嚟炸咕嚕肉或者西檸雞，會好脆。呢一樽1磅1，喺英國包裝。最後係 optional 嘅青檸葉，加咗之後，成個味非常清新。冇嘅話，用芫茜或者蔥花代替都 OK。切到好幼好幼，加少少入去。搭10下8下，更加膠，更加彈牙。全手工嘅蝦膠完成啦，變成炸蝦丸都好正。
唔想做節嗰日太忙，前一晚預先撈好，開飯之前煎一煎就可以上碟。煎之前用2支匙羹 shape 好啲蝦餅，拎1粒蝦丸嘅份量，再壓扁，變成塊塊厚薄差唔多嘅蝦餅。條邊唔使太工整。預熱油鑊，開大火，油夠熱之後，放第一輪蝦餅入去。落鑊之後唔使心急喐佢，俾啲時間蝦餅受熱定型。2-3分鐘左右，反轉，蝦肉變咗好靚嘅橙紅色，脆卜卜。keep 住大火煎埋底嗰面，一路煎一路聞到好濃郁嘅蝦味。兩邊熟晒之後，再每邊煎多1分鐘，等蝦餅變得更加金黃色。蝦餅扁扁地，容易熟之餘，脆卜卜嘅面積又多啲。2輪蝦餅都煎到脹卜卜，就可以夾晒出嚟。切啲生菜絲放喺碟中間，放1碟泰式辣醬，或者我公公最中意嘅潮州桔油、酸梅醬等等，同蝦餅都好夾。最後將蝦餅一個搭一個，圍成一個圈。金銀滿屋手工煎蝦餅，一咬落去好似識彈翻開我啲牙咁，外面脆卜卜，裏面仲有好多汁。雖然只係用咗好簡單嘅調味，但係一細啖已經蝦味爆發。我特別中意加咗青檸葉，好清新嘅味道。希望無論大人定小朋友食完都會變哈哈 emoji。呢幾個月分享咗好幾款生滾湯、老火湯，趁住做節，不如試下一款海皇豆腐羹。準備海鮮之前，先處理蔬菜。雪櫃有咩用剩嘅瓜果都啱。蔬菜方面有冬菇、粟米仔、脆肉瓜。處理鮮冬菇，用濕咗嘅廚房紙抹乾淨，又或者用水洗乾淨之後擎乾晒水，2個方法都得。清理好之後，將肉同鯛分開，切走鯛個底，再切粒。冬菇肉都係一樣，切粒，先切成條，再切成粒。有條不紊。跟住係粟米仔，半包都夠。洗乾抹乾，1開2，再1開2。跟住切粒。脆肉瓜切片，切條，再切粒。仲有豆腐，呢款係日本製造，1磅85，跟指示1、2、3，剪開紙盒，倒走啲水。褪豆腐出嚟，完整無缺。雖然豆腐好腍，但係都可以切到好幼。用刀仔劏1刀、2刀、3刀，再打直界1刀、2刀，然後切成想要嘅大細。煮海鮮羹，帶子仔、蟹柳、魚柳、紅蝦，全部都啱，發揮空間好大。去街市嘅話，仲有更多選擇。以上嘅海鮮全部切到細細粒。今集用嘅呢一款，切都唔使切，方便程度爆燈。佢就係 Cold Water Prawns， 已經煮熟咗同埋剝好晒。特別之處係蝦仔細細，鮮味爆棚。平時會就咁放喺沙律上面，或者夾三文治食。1包2磅95，嚟自北大西洋。全部材料準備好晒，開始炒。首先用慢火爆香乾葱蒜蓉，加埋鮮冬菇粒、粟米仔粒，繼續炒。蒸發走鮮冬菇嘅水分先，咁樣菇味會濃啲、鮮啲。
加魚露入去一齊炒香，然後落埋唔使炒咁耐嘅脆肉瓜同蝦仔，然後落1.5公升熱水，大火煲滾佢，滾出材料嘅味道。加完熱水之後，大火滾5分鐘。用呢5分鐘準備好粟粉水，佢係令海鮮湯變成海鮮羹嘅關鍵。用多少少粟粉4湯羹，100毫升水，開溶晒。最後打匀2隻蛋白整蛋花，就打開蓋煮埋下半場，保持大火，試一試味。唔夠鹹嘅話，加啲鹽或者魚露，調味搞掂，專心由稀煮到結。因為粟粉水要夠熱先會凝固，所以最好逐次落少少。等湯水滾返起，觀察夠唔夠結，唔夠結先落第2次。又等佢滾返起，感受到慢慢推開嗰陣，要用越嚟越大力，由湯水變成湯羹。總共落咗3次，湯羹夠結，將豆腐由砧板直接推落去，喺羹裏面先慢慢打散，豆腐就唔會爛。晶瑩剔透，紅橙黃綠，係時候熄火。熄咗火先落蛋，慢慢圍圈倒入去。倒晒之後，等10秒先開始輕力推出純白色嘅蛋花。熄咗火先落蛋，可以避免蛋白急速收縮，唔會硬掘掘一大嚿。打圈落，再等10秒，蛋花會散到好似棉花咁輕身。前排見到香港嘅朋友食大閘蟹好吸引，雖然喺英國超級市場未有大閘蟹，想指引用 brown crab 都不失為一個好選擇。佢係用麵包蟹嘅蟹肉同蟹膏撈勻。蟹味好重，對我嚟講唔係好腥。怕腥嘅話，可以用呢一款純蟹肉，係花蟹嘅蟹肉。上碟用一個煲仔倒入海皇羹，執靚靚，揼大大根蟹黃喺面，揼嗰陣已經聞到好香嘅海鮮味。蟹黃海鮮羹，飲之前落少少胡椒粉，每一啖都好足料。蝦仔同蟹肉非常鮮味，粟米仔脆肉瓜係另一種爽脆嘅口感，豆腐滑捋捋，好似賀歲片咁，星光熠熠。落咗蟹黃，重拾喺香港酒樓食團年飯嘅感覺。最後加個菜，做節唔想食雜菜咁悶，試下呢款有鑊氣嘅野味小炒——腰果炒豆角。Fine green beans， 雖然有 green beans 2個字，但佢唔係綠豆，係豆角。綠豆係燜邊，發芽之後係芽菜 bean sprouts。有豆角再加埋 asparagus、蘆筍一齊炒，更加清甜爽脆。豆角1包1磅半，嚟自肯亞；蘆筍1磅99，嚟自秘魯。一次過清理豆角同蘆筍，豆角條條都好有光澤。分批切走個頭，拍齊，再切走個尾，然後一開二，長度啱啱好放入口。跟住切蘆筍，切走纖維最粗嘅一段，再分3份，同豆角長度差唔多，集合埋一齊洗乾淨，一齊大火焯一焯 ，blanch。焯到半熟軟軟地，撈起晒擎乾水，焯完先炒，容易保持翠綠，又少一份青草味。就咁炒已經好好味，想香口啲，我會加埋自己中意嘅果仁，例如係腰果同埋松仁。手上呢包 95p， 松仁3磅9，用少少就夠，換成花生或者其他 nuts 都 OK。倒少少果仁喺焗爐子上面分散佢哋，放入預熱好嘅焗爐，用攝氏160度焗2分鐘。果仁好容易燶，要望實，一路焗，水分一路蒸發，慢慢變成金黃色，大約2分鐘。果仁輕咗好多，
撥散下，等佢哋攤凍得快啲，攤凍咗會更加香、更加脆。冇焗爐嘅話，就咁用白鑊烘都得。萬事俱備，開火一炒就食得。如果雪櫃有肉碎剩，可以煮埋，完全唔落肉都得。我今次用嘅之前食剩嘅火雞漢堡扒，大火煎香，壓扁咗先煎，脆嘅面積會大啲，香口好多。反轉，煎香埋另一面，跟住炒散。唔想落肉嘅話，可以由嚟緊落乾葱蒜蓉呢一步開始。中火炒出香味，轉大火，放晒焯過嘅豆角同蘆筍入去，大火兜勻，然後調味，落蠔油，幾圈味極，燒輕酒，同埋少少糖，快手炒勻晒，最後用少少粟粉水埋芡。快炒多陣，起得，抹一抹碟邊，再灑上焗香咗嘅腰果同松仁，加上版野味小炒腰果炒豆角，豆角同蘆筍都被炒香咗嘅醬汁包住，味道濃郁啲。雖然屋企嘅爐頭冇大排檔火力咁猛，但係用呢個次序，蘆筍豆角都好有鑊氣，夾雜住腰果松仁，少少鹹，多多脆。就算唔係做節，平日煮飯想加個菜都好快手搞掂。今集係2025年最後一集煮餸系列啦。2025年唔係容易嘅一年，無論出面幾多風雨，返到屋企可以食到一餐溫暖嘅飯餸，又可以重新出發面對難關。如果屋企人有為你煮一餐飯嘅話，我想你同我一齊對一家之主講聲辛苦晒你哋啦！我亦要特別多謝大家陪住我。想支持我哋嘅製作，歡迎加入成為會員，或者試下右下角嘅超級感謝功能，亦可以 share 俾多啲親戚朋友睇，同埋 follow 我嘅 Instagram。